下诏立公子当为太子。苍天有眼，大王终于立我儿为太子了！太好了，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恭喜王后！贺喜王后！都起来吧。珍珠，凡是咱们店里的，个个都打赏。谢王后。还有，立太子是宫中大喜事，吩咐下去，各宫嫔妃每人赏绢10匹，簪钗2对。我要让他们都添点喜庆。王后送我的首饰太过贵重，我承受不起。妹妹不必客气。我听说大王下诏立太子，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。公子当的婚事定了，同时又立他为太子，真是喜事连连。芈月真心为王后和公子当欢喜。大王事事将当儿想在前头，对妹妹和继儿未免不够公平。公子当是嫡子，又是继儿的兄长，大王怎么做都是对的。那就好，听妹妹这句话，我心就定了。王后定心，芈月也就定心了。今后王后和芈月相处的日子还长着，继儿年幼，望王后对继儿能够宽宏大量。啊，妹妹一贯对姐姐宽宏大量，说这话真就见外了。大王糊涂啊！就算他要为公子当订婚，也不该如此仓促地立为太子啊！啊，那公子当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实在是不郎不友。大王一旦后悔，就会明白，立太子易，废太子难了。我知道，一直怂恿大王立公子当为太子的有楚离子和甘茂。那芈八子见识非凡，又是大王的身边人，为何不反对？芈月不愿出头，除了自保，也是厌恶了后宫之争，天性使然。唉，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啊！当初如何？当初芈月曾求大王分封公子季去巴蜀，我认为公子季是大秦的希冀，挡了他的道。我也原以为芈月会为公子季争一争。争？不光靠手段，还得敢害人。芈月冰雪聪明，却不肯害人。这大争之事，不争之人必有性命之忧。哼，总有一日，他吃多了苦头就懂得，有些人不是你让着他，他就能领情的。那甘茂刚被升任为右相，这一下，朝廷当中王后旗下的人风头是越来越近了。夫君的玉佩，怡儿将永身相随。怡儿与我心心相印，此情永昭，日月可见。让开！快让开！让开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监听之报！蜀地情形紧急，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嬴焕，自立为王。臣请大王早做主张。陈庄谋反，
么看？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诸讨征伐，当目光在天下诸国。蜀道难行，从来是易守难攻。上次若不是巧取，恐怕也是劳师远征而难有所获。蜀地山高水远，赋税难征，民心刁钻多变。父王，右相说得对，我大秦着眼于天下争霸，若与小小蜀地反复纠缠，岂不轻重倒置？大王，臣以为，大秦得蜀失蜀，若不能尽早收复，会让我们征服的其他城邦有先例可循。如此一来，后患无穷。司马将军说得好，此番伐蜀与上次截然不同。如今我们已经占有巴郡和汉中，可以对蜀中形成倒逼之势。莫不如趁陈庄刚刚篡位，立足未稳，迎头猛击，收复失地。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没事，让子继续说。此次蜀地失守，不仅是因为巴蜀情形复杂，还因为镇守巴蜀的公子焕无人辅佐，一意孤行。如果此次能够选拔出周围有人辅佐的公子前去，定会再无后患。臣以为张子所言甚是。唐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啊！是啊，不要过度悲伤，要保重身子。唐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当心哭坏了身子。是啊，前一阵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？姐姐要保重身子。听说那陈庄原是蜀地旧族，因为贪图小利，背叛了原来的蜀王，投向秦军。大王为大局着想和稳定人心，认他为相。公子焕年轻任性，喜好奉承，轻信陈庄唆摆，不但适时教育陈庄，还与司马错将军发生了争执，又向大王上书诬告，气得司马错将军带着魏冉回京自证清白。这下正好让陈庄抓住了机会，得以谋反。当日我还为唐夫人高兴，在几个公子当中，蜀公子焕的封地最大，真是福兮祸兮啊！此刻想想，幸而当日大王没有分封通儿，要不然谁知这样的祸事会不会落到我头上？真是可怜唐夫人了。是啊，这么说，大王也有可能分封公子季，让芈月与他同去巴蜀。是，朝堂上张仪那番话，明明是在向大王推荐公子季，而司马错和雍瑞等人也在一旁附和。那芈月与公子季可是大王的心头肉，大王不会舍得。很难说。既然太子已立，大王若想分封巴蜀给公子季，那就由他去吧。王后，若公子当还没被立为太子，将公子季分封出去，可为权宜之计。但公子当已经被立为太子，且有羽翼未丰。司马错他们若能够再次平定巴蜀，把公子季弄到那儿去，天高地远，随随便便就可以形成国中之国，与太子对抗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此事的确两难。王后，微臣还听到一些传言，说大王近日身子每况愈下，不就是咳疾吗？这些年来，大王过于操劳，内里的底子已经被掏空了。大王若有差池，王后该早做准备啊。芈八子芈月为公子嬴稷之母，辅佐秦王嬴驷10有余年。截至锦度，
莽而不义。奉公子嬴继为蜀侯，芈八子亦可随其入蜀以助之。大王，你要注意身子。寡人的身子自己有数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把这个先收起来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走了。大王，来，坐这儿来。谢大王。这些日子总听见大王咳嗽，今日得空，我熬了一些贝母百合粥，大王试着吃吃，或许能见效。你熬的粥，定比太医院的药汤子管用。寡人咳嗽，挂心了。若有一日，寡人没有你在身边，可怎么是好？大王说笑。芈月是大王的人，能去哪儿呢？寡人想让你留在身边，但也不得不为你做些打算。近日，寡人心里纠结得很，总想到万一没有寡人的庇护，如何才可以让你们安土无恙？大王春秋盛年，何苦要说这样的话？告诉寡人，你还想去巴蜀吗？大王，这是何意？寡人亏欠你和继儿，这次就是要让你放心。